家好，我係鄭傑新 Wilson， 我係2003年考獲 ACCA 會員資格，自2018年開始，我加入咗 ACCA 香港分會理事會，一直擔任稅務委員會嘅聯席主席。今年2025年，我好榮幸當選成為 ACCA 香港分會第75屆會長。當初揀選 ACCA 專業資格，因為我相信要聯通環球、高瞻遠矚，先至可以掌握未來。ACCA 唔單止代表專業同埋卓越，更加係國際認可嘅資格，擁有全球網絡同埋業界領導地位，協助會員時刻緊貼行業發展，擁抱國際視野。咁樣無論從事任何崗位同埋業務，都會受到僱主同埋客戶嘅重視，為自己創造更大嘅事業空間。同 ACCA 一樣，我都有 Think Ahead。講到人生格言，我一直堅持 work hard, play hard。無論工作定係玩，都一定要全程投入，而且要堅持到底。例如抱有破格嘅思維，用專業同埋靈活嘅方法去處理工作上嘅問題，達到更加理想嘅效果。又或者喺玩嘅過程裏邊，除咗盡情享受，更加要訂立目標，推動自己進步。只有咁樣，先係 work-life balance， 令生活更加精彩。好鍾意運動，除咗係健康理由，更重要係喺個過程裏邊學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。要成功就一定要堅持不懈，要玩到有一定嘅水準，就要不斷訂立新目標，推動自己努力進步。我年輕嘅時候就開始接觸跆拳道，到咗而家，跆拳道對我嚟講唔單止係一種運動，更加係我想傳承俾兩個小朋友嘅一份禮物。我希望透過教練嘅指導，佢哋唔單止掌握跆拳道嘅技巧，仲建立正義、堅忍、謙卑同埋果斷嘅精神。更加重要係喺練習嘅過程裏邊，我哋一家人可以一齊鍛鍊，互相鼓勵。呢個經歷會成為我同佢哋之間獨特又珍貴嘅共同回憶。傳承唔單止係前輩向年輕一代傳授經驗，雙向嘅互動交流先至係真正嘅傳承意義。喺 ACCA 呢個大家庭，正正體現咗世代交替同埋行業傳承。無論你係資深會員定係新進加入，都可以透過 ACCA 舉辦嘅各類型活動彼此交流，互相啟發，擦出火花。我哋比較資深嘅會員都需要保持開放嘅心態，向年輕一代學習創新思維同埋科技嘅運用，而年輕會員亦都可以多啲向前輩取經，吸取經驗同埋智慧。我喺財會界嘅工作20幾年，見證整個行業嘅時代變遷，由以前手本到電腦化，再到而家 AI 嘅時代，社會對財會界嘅工作同埋人才嘅要求亦都與日俱增。當中商業洞察、數據分析、綠色金融、職業道德、國際視野以及跨領域知識，真係缺一不可。會計職能一直都係商業運作同埋金融發展嘅中流砥柱。我相信專業知識係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大嘅價值，所以一定要不斷裝備自己，與時俱進，提升競爭力。同跆拳道一樣，定啲新目標俾自己，推動自己進步。我都係不斷參與好多 ACCA 舉辦嘅 CPT 活動。做會計專業就係要實踐，終身學習。ACCA 作為全球備受認可嘅專業會計師組織，幫助會員自我增值，提升職場競爭力係核心目標。ACCA 將會推出全新專業資格框架，引入更多數碼科技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元素，切合新一代社會同埋企業嘅所需，裝備未來會計人才，重塑會計專業。作為新一屆 ACCA 香港分會會長，我會聯同理事會同埋業界各持份者，積極推動更多專業對話同埋合作，為業界同埋社會創造更大嘅價值。